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。如果這些都不是戰爭，那什麼是戰爭？什麼是戰爭？呢個係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，中方檢察官向捷瑞喺追究7·7事變懸兇嘅時候，義正辭嚴質問日方嘅一幕。呢場史稱東京審判嘅世紀審判，正係針對二戰中日本甲級戰犯所展開嘅歷史清算。庭審現場，控辯雙方就7·7事變嘅前因後果、具體史實同戰爭責任展開激烈交鋒，歷史嘅真相喺法庭上被逐一還原，包括日軍當年揾藉口發動侵略，一夜殺戮數百人嘅殘暴罪行，而喺整場侵華戰爭中更加殺害咗數百萬中國人。1937年7月7號夜晚，日本駐軍喺未通知中國地方當局嘅情況下，擅自喺盧溝橋附近進行軍事演習。隨後藉口有一名日軍士兵失蹤，要求進入遠平縣城開展搜查。面對日方嘅無理要求，中國守軍斷然拒絕，日軍隨即開火，中國守軍奮起抵抗。史稱7·7事變或者盧溝橋事變，呢一場深夜嘅衝突成為日本全面侵華戰爭嘅開端，亦都揭開咗中國8年全民族抗戰嘅序幕。東京審判歷時2年半，開庭高達818次，傳喚419名證人，呈堂證據超過4300件。喺法庭上，東條英機等甲級戰犯氣焰囂張，拒不認罪，但喺鐵證如山嘅歷史事實面前，最終無所遁形。東京審判成功裁定咗日本嘅戰爭責任，確認咗佢嘅侵略罪行，捍衛咗人類嘅公義同公理。今年係東京審判80週年，然而時至今日，日本仍然有政客未有真正反省並尊重歷史。歷史不容遺忘，更不容歪曲。如今重溫東京審判，紀念7·7事變，並非為咗挑起仇恨，而係要通過正視歷史，警惕新型軍國主義抬頭，避免戰爭悲劇再次重演，維護世界和平。